你非都能把菜做的那么好，一定能做好。这监控手切的有点太大了。不切成块也没说切成多大的块。哎，管。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我的生病，公司有一堆事儿，他非得欺负我。哎呀，连鸡都给我变成鸡了。你能让我嫁给这种人？到了，回家吧。抱抱带走。抱什么抱啊？抱抱嘛。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好吧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回来了，又回来这么晚，不听话。人家本来情绪挺高的，一跟你说话又不开心了。这孩子怎么说话？哎妈，哎妈，你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呢特别开心。别转了，我头晕。我高兴啊！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高兴？刚才段飞哥哥就这样轻轻的拍了一下我的脑袋，大没响。赶紧上楼洗洗睡去。那我上楼啦。去吧。
进来。韩总，我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都已经上下打理好了，当然，还有一些不算太听话的，我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。现在红鼎大部分重要的中层干部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，我相信很快就会离开红鼎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么一大批中层干部忽然离职，那云世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我相信云世同这一次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。一会儿开完会啊，我要去天盛集团，你去给我备车吧。是，这就去。这个柳峰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早年和云总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两个人天天在一起。他平时行事很低调，背景也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。很干净啊。至少我调查出资料里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让我查他，该不会是因为他跟云总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觉得他一直出现在石头身边，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发现一个事儿。你看，荷兰银行账户最近先后打入了50万和80万的汇款。资金是谁汇入的？能查到吗？我只查到了一笔，确定是公司内部某个人给荷兰的。看来荷兰确实是背叛了石头。荷兰是石头的好朋友，我怎么跟石头解释呢？是啊，老大，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，值得吗？这是我的任务，没什么值不值得的。这些事他都不用知道，由我来解决就好了。在演示手机客户端产品之前，我要先公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决定撤销段飞的监察组组长身份，以后监察组的事宜由我亲自负责。为什么？总裁的决定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这件事我必须要有一个理由。我为这个监察组付出了这么多心血，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撤掉我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赞同云总的意见。韩副总，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云总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